宜兰县作为乡13个大牌的水头，有地方是质疑讲上旧了，佮拢无好好啊清，所以风台落大雨，产地饮水佮有臭味。望讲公部门会当协助来处理。县政府嘛表示讲会来向中央争取经费来整理这破坏。 宜兰作为地区的田，逐摆拄着风台就会规个引起。地方讲过去抽水站还未起进前，这水有可能伫咧风台已经过去1礼拜啊，拢还未退。即摆有抽水站啊，但是这水嘛要3工才会退，农民是感觉真困扰。 就是积水，就是较慢就对啊。对，抽水较慢啦。地方质疑讲，通过作为乡中心的13个大牌的水头段，是伫咧边缘，地势较平，加上当年无整治，而且雨花较久，历史欠通风，是当地产地风台天积水歹退的主因。尤其新社村一寡所在，比海边面搁较低，过去搁捌饮水饮入去人的厝内。以前卖迄落伤超爱1礼拜，一礼拜，因为这个所在同低嘛，啊水吼得悬排落去，排来到这个所在。 排不出来，养殖的这个排水啊，会排到这个13股大排来。啊，就讲那井底啊好了，水流比较顺畅的时候啊，它夏天才会有陆陆续续有一寡这个保护的这个卫生问题。另外，因为13个大排的水头有饲猪场，那热天无落雨，大排水位无够悬，就会开始有臭味，影响到附近的居民。未来的话，那县府持续会在针对13股大排的上游段还没有整治的部分，那紧速跟争取中央的经费来加速这地方的建设。水利署最近伫立委的争取之下，已经先补助差不多2400万块，予宜兰县政府针对13个大排的水头段先做部分的改善。县政府讲，13个大排的顶游段，有差不多要3公里，除了无防洪安全的问题先免整治，但是爆发伤久欠通风的问题，县政府会一步一步争取经费来更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